美国《时代》杂志年度人物是8位 AI 领袖，包括辉达、黄金坤、超微数字控、OpenAI、Altman。陆欧和平方案叫乌克兰退出顿内刺客州设立边界区，乌克兰批评这是用主权交换暂时停火。停止台公告年金修法三读通过，立院批评年金会提早破产，总统呼吁在野党顶在心意。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珍。新闻头起先来看美国《时代》杂志，逐年拢会选出年度人物。今年拢总有8位 AI 领袖入选，包括辉达、超微、OpenAI， 还有特斯拉、Meta 等等的头人。先来看咱台湾人上介绍的辉达黄金坤，拜全球前10大好业。伊带领辉达真做全球市值上悬的公司，因的先进 AI 芯片会当讲是甲市场规划拍。连美国总统 Trump 也滚爽笑，讲黄金坤要接管全世界啊！还有超微的数字控甲黄金坤是亲情，伊伫咧台南出世，移民美国。这位半导体女王是超微第1位查某执行长。从开始，大家拢看伊无，伊煞成功化解公司破产的危机，走向创新。就讲到 OpenAI， 伊是头一间推出开讲机器人的公司。这 ChatGPT 真侪人拢爱用，会晓做简报、写程式、处理影像和文稿。时代杂志表示，这寡企业家研发的技术所做决策，唔但会影响人类的生活，嘛是推动世界向前的力量。时代杂志11公布2张封面的相片，重点放伫2005年年度上出名的人物，就是这人工智慧设计师。内面一张封面是向1932年的经典相片来致敬，就是超管大楼顶的中岛长，甲更挑顶悬的工人，换作被 AI 领域重量级的执行长，包括 Meta 的塞克伯格、超微的苏姿丰、特斯拉的马斯克、辉达的黄金坤、OpenAI 的奥特曼等等。伫另外一张封面是显示为这英家，即马当在建构的 AI 2样的大楼。We really looked at these folks who have imagined, who have designed and built this technology and are driving us forward. 总编辑贾可布讲，2005年是人工智慧占领全面爆发的一年，互人类是哪懊恼，搁哪烦恼。那是大企业的领袖，嘛包括真侪研究人员，对全球政治、经济和生活全面的影响，真正是真大。这个特刊的封面故事，点名回答伫生产晶片市场比别人拢较厉害，持续互大家来销 AI。执行长黄金坤已经唔那敢若是一个企业领袖，搁变作影响国家科技战略和地缘影响力的重要人物。黄金坤伫专访内面嘛讲，人工智慧已经变作现代社会内面上重要的技术，所有产业、企业和国家拢必须要了解伊、使用伊、建设伊。A decade from now, I hope that people look at this cover and the accompanying journalism and see that we were trying to grapple with the awesome power of the thing that is AI, looking at all parts of it, looking at the players that are driving it forward. And even though I have a feeling it might be outdated in 10 years, it'll still be a great marker of history, which is often what Person of the Year aims to be. 方面的故事嘛，讲到 AI 发展的黑暗面，亲像美国16岁青少年和 ChatGPT 对话了后去自杀的事件。家长指控讲这对话的内容造成囡仔心理受创，引起甲提高，引发社会关注 AI 安全和责任的问题。这是《时代》杂志对1982年选出个人电脑和1988年选出面对重大危险的地球以来，搁一摆甲年度出名人物的头衔颁予，唔是单一个人的对象。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来看国内消息，国民党推动修法，想要无外搁抬公务员的年金嘛？伫立法院三读通过，退休公告人员所得替代率袂搁逐年减少，会登到至0.3年的标准。民进党团就批评这年金改革行反头路，会害公告年金提早破产。那罗总统嘛普文呼吁在野党爱透过合法的定书定在审议法案。条文修正通过。立法院长韩国瑜敲推宣布停减公告年金修正通过，国民党甲民众党合作之下，立法院会三读通过，确定公务人员所得替代率停止逐年减少，回溯到2023年。另外，公务员退休金因应消费者物价指数调整，而且当 CPI 总计成长率达到5%的时阵，应该依次调整，也是至少每4年检讨适当来调整。台湾民众党提出的修正案，不是要倒退路，我们没有回溯即往。是从今年开始，不要再砍下去了，因为已经砍过头了。遇到今天1.25兆的
庞大的天价的军费，总统连来立法院报告勇气都没有。但是遇到了公教，民进党可有勇气啊！砍，踩。今明年进前警示，若反移改法案三读通过，为了维持原先卖破产的目标，政府需要扩大拨补。换算来，全体民众平均每人的负担29900块。民进党团是批评退户基金会因为停减提早破产，全民爱负担。整个反年改喊卡，造成3大不公：重退休轻现职，重公教轻劳工。而且年金破产要全民买单，蓝白的委员只为了讨好铁票的族群，就来慷全民之慨吗？全国公务人员协会前理事长李来希是发文指出，有消息讲停减年改法案可能伫三读通过了后未执行，会启动大规模行政诉讼争取权益。行政机关擅自判定或是擅自怠惰职权不去行使。不去执行，那这个就有代夫职守的问题。这个法案也是完全合宪合法的它没有不执行的空间。那如果行政机关一定要这样做，那我们只有跟他对抗管事部是发新闻稿讲，立法院通过提前停止调降、加退所得替代率的修法，会造成政府对退户基金的调拨拨补款减少，加退所得给付支出增加。有个公告退户基金提早3年到4年用完，对修法是感觉真遗憾。记者综合报道。顶个月底，基隆河气候又到污染，影响基隆甲汐止超过15万户的自来水。调查发现，伫咧基隆软的众成公司涉嫌违法偷倒垃圾油，这负责人顶5个人拢受压。市长赵国良表示，若确定是这众成公司犯案，上当会甲罚2000万。查扣油罐车油槽，基隆检警敲找软区众成公司的真侪地点，现场救封锁线，搁查扣小坡啊等证物。因为基隆河11月27发生自来水油污染的事件，影响到基隆含汐止超过15万户的用水。检警经过2礼拜的调查了后，发动搜索，搁甲姓杨的负责人等7个人带回去讯问。后审了对姓杨的等5个人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另外2个是4万和5万交保。剩下的5个嘛，互法院裁定声押准啊。涉嫌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第46条、48条，犯罪嫌疑重大，且有串灭证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并禁见。来看这事件发生了后，基隆市政府乌大牌采样，搁先后查到政风称图，声称动力违法污染，分别通罚60万和100万。这摆互锁定的众成，虽然是合法登记的事业废弃物处理业者，本来应该把收到的废油送到桃园观音回收搁利用，而是为了省钱，直接倒排去关湾路102项的店内大排，结果路去基隆河造成大污染。基隆河开河会当提水，市民拍开水道头洗杯啊，洗出来自来水无够有油味，水质开河正常了，市民嘛较安心。这直接用上来是比较好，没有什么味道，拢无什么味啊。即卖是拢无啦，因为我冇叫人来洗塔。叫人洗塔，都迄几真的没办法，大家都唔敢用啊。查环境部的列管污染采取资讯，发现众成伫10年来有600个废弃物清理法、水污染等等的开发的记录。内面2017年因为作业的疏失，造成废物漏出去，污染基隆河，罚5万5。最后证明是元凶的话，那基隆市政府作为水污染防治法的这个主管机关，绝不宽待。基隆市政府在我们基隆市境内有这样一间累犯，对于环境污染累犯的工厂，我们还要继续让它营业吗？市长赵国良强调讲，若正是众成，就是造成污染的凶手，会考虑照水污染防治法罚因上悬2000万。民进党市议员是希望讲，除了党法，市府嘛应该和中央来讨论，看安怎加强基隆水质的安全，卖互居民的生活受到这大的威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苏丹红化妆品是愈变愈济啊！根据上新的稽查，有2项进口的化妆品验到苏丹红，若国产的产品是有16项去验到，目前拢总有39项有问题产品，拢爱回收，全部落市。就是这款由韩国制造进口的爱多美凝萃护纹保养棒，和食药署甲卫生局伫市面抽验发现含有禁用的色素苏丹4号，已经要求业者全面回收，袂用卖也是展示，就已经回收封存1208支。由韩国制造且仍在国内流通的爱多美凝萃抚纹万用棒，
经食药署国家实验室检出禁用色素苏丹4号，涉违反化妆品卫生安全管理法第6条，那已要求问题产品全面下架。食药署12日公布上新化妆品苏丹红考察结果，新增2项进口化妆品违规，除了韩国製爱多美用萃护本万用棒，美国製 NARS 罗根护花超灵修护霜，事业者自主检出苏丹4号已经主动回收。国产化妆品部分是新增加16项违规产品，包含良兴生化公司的准阳菊露护花安眠、吉花菊灵精粹这产品。参与美效公司的生态护发精油，也有爱必心公司的爱必心 BB 基因冻凝膜这产品。比如说，它是一个很稳定的物质，它是个脂溶性啊，它又便宜，是工业用的原料，所以我想还是经济行为，可能为了成本考量。学者建议苏丹红问题应该对源头严格来监管，并且建立完整的溯源机制，杜绝工业用的乳食原料落入食品加化妆品供应链。也来总结到，即阵已经有16间国内外化妆品业者39项产品受到影响。另外，进前问题原料来自新加坡，食药署社工文和当地主管机关已经得到回复，证实苏丹4号伫当地相关时禁用的色素。新加坡政府已经启动相关的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房市卖加价，较两市，就连台北市大安区的医美处，嘛传讲有建案本地要起6层楼高，不过钱空等袂过，转起到3楼就停工啊，甚至去互法院拍卖，拢总有400外平，底价5亿4000外万。这里是台北市的精华地段大安区，不过记者背后的这个建案只盖到3楼就不盖了，现在甚至流入法拍市场。这个有销处本来是要起地面6层，去年11月19日完工，不过即马只敢起到3楼，将在钢筋也阁看见现场也无人伫咧施工。这个有销处是伫2022年卖出2户，一平差不多108到109万，迄当阵买的人钱拢条条的。保障购买预售屋的消费权益。预售屋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规范有5种履约保证机制，同时亦规范除签约款及开工款外，付款明细表应依工程进度订定，且于工程完工后，消费者才需缴款。咱看台湾金湖房价，有销处已经开始发现拍卖，底价是5亿4975万，公告平数408.18平，算起来一平计销134.7万。会伫咧2市第一遍拍卖，不过专家认为，即马房市交易正冷清，恐惊要拍卖到第3遍才有人会投标。另外，伫新北的淡水也有销处起到一半停落来，28层楼也未起好的建筑物，即马也互法院拍卖。另外，花莲一间老牌建设公司甲家己的国防建设也拢传出公司倒。现在不管是土建融还是无贷款，也都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管控，所以变得小型建商呢，他要去做一些融资的调度，是越来越困难。财务体制本身就比较脆弱的业者，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些断裂的情况。想要互房市交易较低，大家注意央行是不是放定第7波信用管制？不过学者认为无啥可能，可能还是维持原来的管制。好，但是呢，在处理一些房贷的部分呢，它有可能会更细致化一点。学者讲，若是央行继续第7波选择性信用管制，对大建商影响无大。不过，若是中小型的建商，应该银行借钱的成数有限，就要注意债务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入冬了后，上寒一阵冷气团，拜六礼拜到台湾北部地区可能会落到剩10度。若咱人对身躯的感受，干那是7度尔尔，要等到后礼拜日，温度才会豆豆回升。入冬以来，上寒冷气团到位，拜六下晡会开始影响台湾。气象署提醒，到时全台大降温，普遍气温伫14度至16度。礼拜拜一搁较冷，受到辐射冷却效应影响，天光温度可能无到10度，体感温度嘛干那剩7度。然后要比较明显留意的就是在周6，就明天的下半天之后，其实在北部的气温就会开始有比较明显的一个下滑的一个趋势。好，到了周日的清晨，可能在北部的一个低温大概就会落到14度左右的情形。那下一个可能比较偏低的一个时间点的话，就是在周一的清晨哦，在周一清晨也可能会有一些辐射冷却效应的出现，气温可能会低到大概10度左右的情形。气象署指出，这波冷气团会维持3天，到后礼拜2，冷气团才会减弱，温度才会豆豆回升。也若雨水的部分，拜5、拜62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半部雨势明显，有局部大雨出现的情形。礼拜就会开始转做大冷的天气。
最明显的降雨大概会是落在今明2天，在大台北山区、基隆北海岸一直到宜兰地区，整体来说雨势是会持续比较久的。而且也要留意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而预估到了周日之后，整体的一个水汽是会逐渐的减少。另外，气象署也提醒拜六暗时到拜天光北部宜兰3500公尺以上的关山有落雪或者是结冰的几率，提醒民众若是想要去山顶看雪，要注意路况。记者陈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再来关心国际新闻，美国加州旧金山发生严重的气体爆炸，有3栋厝起火蹦甲密密麻麻拢是空，上无有6个人受伤。雄雄嘣一声，厝内喷火，碎片飞甲规世界，现场是一直咧庆烟。为天顶看落去，有3栋厝起火蹦甲密密麻麻拢是空，上无有6个人受伤。这附近的居民阁叫是第一栋，或者是炸弹爆炸。那消防局嘛赶去现场拍火。根据当地媒体报道，讲那像是建筑咧施工，无设置甲天然气的管线挖破去，才会造成气体爆炸。来关心罗西亚和乌克兰战备4冬啊，美国讲要做公亲，不过因提出来和平方案，显都是大细心，咧叫乌克兰让步。即马这方案改来改去，超袂好势是卡伫咧倒位咧？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美国希望乌克兰的东部战线，也就是罗西亚想要接掉的顿内茨克州，伫遮来设立自由经济区。这名听起来是真正经，不过论真来讲，和经济目的是一点仔关系都无。同款目的是要叫乌克兰的军队退出这个经济区。泽伦斯基就批评这是用主权来交换暂时和平。哪有迄个道理讲罗西亚唔免撤军咧？泽伦斯基阁讲，建议直接办选举，归去互公民投票，互人民决定家己国家是罗西亚还是乌克兰。若是主权，另外这扎波罗热核电厂的控制权嘛无共识。这座欧洲上大的电厂，目前是去互罗西亚控制掉。乌克兰想要摕倒转来，应该也无简单。美国提出的罗西亚甲乌克兰和平计划，去互侪间欧洲甲亚洲的媒体解说时，要求乌克兰部队退出罗西亚占领周围以外的顿内茨克地区，由罗西亚伫当地设立自由经济区。罗西亚无需要撤军，只要停止新的攻势就好。安尼的设计，互乌克兰内部批评是用因的主权换取暂时的停火，互罗西亚伫唔免停战的状况下，先得到对土地甲经济命脉的控制。In fact, other than President Zelensky, is people love the concept of the deal. The easiest thing is sort of like a complex real estate deal times 1,000, right? But it's a deal that would have stopped the killing of thousands of lives every month,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lives, mostly soldiers. 外界关注的另外一个焦点是扎波罗热核电厂未来由谁掌控？传出草案是想要让核电厂由国际原子能总署监管，部分电力供应罗西亚控制区，一部分输送乌克兰本土，用安尼换取战场降温、详细条件甲安全机制，双方也无共识。About an hour ago, we had convers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eam about possible security guarantees for Ukraine, and we are working on a framework document, and it must be strong enough to truly work. We believe this document should be approved by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This would mean real, solid, legally binding security guarantees for our country. 同一时间，罗西亚国防部公布无人机的画面，讲已经完全控制顿内茨克北部的小镇西维尔斯克，这是向重要的交通地点斯拉夫扬斯克推进的跳邦。基里姆林宫甚至伫会议中公开恭喜前线部队解放这个城。不过，乌军强调，市内部分街区也搁伫咧乌克兰的手里。罗西亚只是趁天气歹渐入来，状况也无输赢。面对这份备受争议的和平蓝图，北约一方面持续伫咧秘密谈判桌顶，甲美国、乌克兰、罗西亚多方沟通。另外嘛，公开提醒欧洲，袂使甲战火当作是遥远的冲突。伫比邻的一场安全会议顶，北约秘书长吕特讲，咱就是罗西亚的下一个目标。民国必须要紧调整做战时的思维，全面提升军备甲产能。无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美国攻击委内瑞拉运毒船的行动可能被扩大。美国又搁发布新的制裁，包括委内瑞拉总统夫人和伊3个孙仔，另外阁有6只油船。
几落台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鱼鹰直升机加海华防卫队直升机，10日一直出出入入波多黎各南部庞塞一个机场。这个所在甲委内瑞拉只敢若继续加入比海，美军愈来愈多，也代表美国甲委内瑞拉的关系。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想要甲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邀落台。川普10日也甲记者讲，美国伫咧加入比海炸导船行动，正紧就会延伸到陆地。If you look at the drug traffic by sea is down 92%. And nobody can figure out who the 8% is because I have no idea. Anybody getting involved in that right now is not doing well. And we'll start that on land too. It's going to be starting on land pretty soon. 美国动作这么多，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谴责美军吹襲伫咧海上扣下委内瑞拉油轮的行動。伊批评美軍甚至唔是伫咧委内瑞拉外海，而是伫即要進入大西洋時陣綁架油輪。Absolutamente criminal e ilegal cuando procedieron a un asalto militar, secuestro y robo como piratas del Caribe a una nave mercantil, comercial, civil, privada, una nave de paz. 对此，北京的发言人李威特公开证实，讲这是美国司法部批准授权的行动。因那船顶的原油，美国会用正式的法律程序扣下。怎么本来要出港的至少600万桶委内瑞拉原油拢划停。 And we're not going to stand by and watch sanctioned vessels sail the seas with black market oil, the proceeds of which will fuel narco-terrorism of rogue and illegitimate regimes around the world. 美國對委內瑞拉的制裁範圍一直擴大。10日，美國財政部宣布，甲委內瑞拉第一夫人弗洛雷斯，甲伊3個孫仔，總共4個人列入制裁名單。另外，美國也會制裁6台佇最近不運送委內瑞拉原油的油輪。路透社報道。 因出貨的國家也包括中國。公司新聞王如梅編輯。感謝你收看今仔日的新聞世界通，我是陳怡貞。後禮拜一同這個時間，咱再會。